原子呼唤尔众等祖宗分莫要在列老母娘为要与众缘胎佛分离，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佛子速往东土而去，相
里天之书是自在，如若是先邪教与外尔邓尔那个义父肯在世凡老母娘，若把先一先贤交元太佛子，则又没有一个肯向领凡间流下来治理世界，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吃松果子，可饮清泉到了凡间，若
寒冷，就觉贴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避冷。若肚子饿了，就取松子、柏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佛子如钓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法家还众佛子听乐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钓失了。
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言大，三期末大开，普度听烧书听记请轻度佛远老母娘回答说，等到三期末结放开普渡的时候，老母娘会亲烧书寄信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缘，开佛子告一回家之路，将相信书黄母训子
界以及天佛圣训都是黄母少书信入化佛子众生众儿女由以非生大放为母，我且合同父与黄远听了老母娘的话语，众远开佛子心中有存经疑，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元佛子，以作为
而分治世界为男女在地人焉，从此黄母之远开佛寺便向东土分时而去。点智力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地人间烟火，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唐李白不风诗名利图间
至今时区只算6万年，载每响而再是苦母亲南安自三山坡一别到现在区只算来已有6万年了。自因会生人以来，至今未之初，已将近6万年时光。每每想起众佛自在世间受苦受难，恍目内心就难以安舒。亦别天古意别6万多年，今时下运引至为母，降到差三佛半末，后普度收圆，现在时运已经到了，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原佛。
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并开遣三佛办理末后一佛的普度收圆，三佛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理时，修一理，不依人修道，任只真依人易出错，依理是良心二行公了，愿能言必不能与人能同道，非道